台灣警方繼續調查台北車站發生嘅性侵案。警方話受害嘅香港女遊客同疑犯認識，事發前一班人曾經飲酒。台北警方繼續扣留姓邱嘅疑犯。台灣傳媒報道，警方初步調查之後，認為疑犯並非隨機犯案，佢同受害嘅香港女遊客相識，屬朋友關係。今個月9號案發之前，兩個人同其他朋友一齊喺台北車站大廳東側飲酒傾偈，幾個人飲咗3支高粱，其他人下晝3點陸續離開。疑犯見受害人醉酒，將佢拖至牆邊性侵，整個過程長達10分鐘。最後一名馬來西亞籍學生報警，警方之後拘捕姓邱嘅疑犯，再揭發佢涉及盜竊罪被通緝。而台北車站嘅案件認定涉嫌乘機性交、公然猥褻罪等。台鐵警方話已經加強巡邏，確保旅客安全。而事件相關影片喺網上社交平台轉發散佈，台灣當局呼籲避免再度傷害受害人，唔好下載傳播影片，亦都唔好起底被害人個人私隱，否則可能判處5年監禁。本港入境處回覆查詢話，未接獲相關港人求助，會繼續密切留意事態發展。無線電視記者陳潔文報導。